激动，不激动哈。13:20生的是个男宝宝哈。你爹也激动了，哭了。来，你回应回应宝宝。擦干净啊！对，一会儿称称，估计差不多了。这个手放下来了。哎呦，还怪鲜的你。来，咱擦干净，让妈妈看看啊。第一眼看到的是咱们漂亮的小脸蛋儿。来，妈妈看看，来看一会儿，看看脸儿，看看脸儿，激动的哭了。头发多好，你看看，长得也可帅了呢。哎呦，他好凶呀！